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北金融博览会伫世贸一馆来登场，新一代的自动提款机上届成人的目，未来领钱唔免用卡片，而且佫会当点国民灯哦。 体验电动了解买保险的重要性，台北金融博览会近日金控业者拢推出创新的金融服务，新的提款机是焦点。未来到 ATM 领钱不用金融卡，只要透过人脸辨识就可以完成交易。售票面对餐领钱，单买的信用卡、水电费用拢甲你写出来，佮甲全国出名的庙做合作。未来点光明灯，只要伫提款机做操作，唔免走去甲人哋排练。 很多人会忘记他的密码，那如果可以透过人脸辨识的方式的话，其实也可以更方便。若是真正要走银行，先用手机啊填好资料，线上留号码，到银行就使随办。提醒您，你的号码还有等候人数多少？那你可以在我们的 iMessage 的环境里面告诉客户，你今天来办什么样的业务。 台股已经到历史新高点啊！要安怎投资？有证券业者推出财报的最优先，加财报数字拍分数。营收、盈利率还有股利率这边去做一个评断。股票是可以存股，但是你一旦存到坏股票，你越存就越差。所以我们会希望是说，投资人可以去存好股。业者利用创新科技打造更较好的金融服务，希望讲会使甲客户创造双赢。